好啦，各位，我話呢一集咧就想同各位傾一傾關於呢個養鬼仔嘅問題。咁其實喺泰國咧，一直好多人都話好猛鬼啦，又或者係好多人中意養鬼啊咁嗰啲。其實呢一啲都係一啲嘅傳說，一啲嘅傳聞。其實喺古代，又或者喺近呢幾十年裏邊，譬如講緊30年前咧，有一啲嘅廟咧，一直咧都會將一啲嘅公仔咧送俾一啲村民。其實本身嘅寓意係乜嘢咧？就係話有啲高僧咧，高僧分兩種，一種咧就係專係會派一啲聖物，譬如可能佛牌啊，或者一啲護身符啊，或者一啲佛教嘅你當係手信啦，一啲製成品啦。高僧經過開光念經之後，將呢一啲嘅聖物咧派俾啲村民，希望佢哋嘅生活好啲。但係留意一樣嘢，幾十年前咧，好多時物資都係好缺乏嘅。高僧又可以送啲乜嘢俾人咧？所以咧就變成咗可能會將廟裏邊嘅一啲剩物資啊，可能係一啲木頭啊，或者係一啲泥土啊，或者係一啲米飯啊，將唔同嘅材料咧變咗做一個佛牌。呢個係其中一個派別啦。咁另一個派別咧就係可能話將一啲已經往生咗嘅小朋友呼喚佢嘅靈魂出嚟。就問佢：咦，你願唔願意進入呢一個麗影公仔嗰度，去保護翻呢個村嘅村民咧，令到佢哋嘅生活過得好啲咧？如果你願意嘅話咧，就可以進入嚟啦。咁我哋會有個地方俾你坐啊，俾你玩啊，或者俾飯你食啊。個寓意大概係咁樣。當時咧，呢啲嘅公仔咧係送俾村民，免費送俾村民，想問下龍王波，你係點樣升做住持嘅？僧侶團體獲得咗第2高嘅認可度同埋接受度，其次係村民。呢個村民 Sam 啱分區嘅所有村民都一致同意 Prabowo Rakanopi 應該擔任住持。喺之前呢，我正式獲得職位前 Annie Funchit 親口講過，如果師傅同意俾我做第3世 Sam Game 住持，會係個冒險決定。我哋係可以有一個好長嘅篇幅咧，慢慢去講。咁樣嘅就我哋不如一路睇下呢個片段，一路再睇下究竟佢想表達啲咩。我哋就係咁樣。如果話咁易就搞掂，咁即係話如果再試多一次都得。係啊，師傅。同意啦。但係如果話呢次容易，咁啊睇下師傅你點諗先。等陣先。如果第2次都唔得，即係唔接受啦。冇第3次。試3次都唔得，嗱睇落好易，我哋照做。嗱呢度 hold 住先啦。其實佢意思就係話，佢哋都會經過一個問杯嘅儀式喎。如果經過問杯之後係同意嘅話，係聖杯嘅話，咁啊 OK 啦，佢可以做啦咁解。呢個係其中一個意思啦。咁啊，仲有關於呢個屈散啱呢個廟咧，我哋仲有好多嘢可以講，不過就我哋繼續睇埋落去先。都俾咗機會，仲有唔同角度去睇。至於俾你做住持第4次，依家你都係跟住師傅嘅腳步行。之前都係咁，寺廟發展同工人管理都做得第一，省級定全國最高級質，國菜好薄。但係事實上係喺國外嗰邊。我從小就見過佢。好啦，好呢度啦。咁佢就話從小見過係咩意思咧？就係話呢一個主持咧，其實咧佢喺佢細個嘅時候，即係我講緊應該係30-40年前嘅時候啦。龍坡爹、龍坡爹就好出名嘅。佢哋所做嘅顧萬咧，就好靈驗嘅。好多人攞完之後翻去之後，好多村民攞完翻屋企之後咧，生活係真係有改善。所以佢就話由細見到大。咁當然啦，後來去到2000年，我諗2015年打後咧，就開始好多仿製品出現咗啦。好啦，我哋又睇一睇啦。呢尊佛牌係三岩寺嘅龍婆太加持嘅。我好好奇呢尊佛牌嘅來歷，但並唔清楚。我屋企係做生意嘅，直到願你一切順利。我好想知點解嗰度有尊南果雕像，查咗下佢出自邊間廟，原來係嚟自高僧龍婆寺。喺三叉寺，我供奉咗一個古曼童系列，有成15尊，有啲耳仔短，有啲耳仔長，眼突嘅，同埋南果系列啲首飾分散喺牆邊同手踭位。喺佛教嚟講，無論係神通定奇蹟都有好多，所以我就問咗師傅，呢間寺嘅歷史係點樣？最初有位住持叫洪叔，洪叔，
叫洪叔啦。係邊個叔叔？洪叔本來係喺嘉龍寺做善事嘅，佢翻嚟探屋企喺當心區，咁就有人邀請佢做住持，之後佢就成為咗靚氹寺嘅住持3年。靚氹村本身人口唔多，邊釘嗰邊洪師傅就諗住要搬地方，原本嗰度係一間榨蔗糖嘅工廠，係由一個叫 Jack Price 嘅人開嘅。係叔叔。係啊，佢係麥叔，我個女派佢嚟，佢將呢度俾蓮普登後嚟搬到三岩寺建造寺廟。點解呢度叫三岩村？因為有2條河流喺呢度交匯，即係通朗通河同埋齊南河，所以就叫呢度三岩村或者叫沙岩村。呢度喺公元2447年建成，即係已經有120年歷史。之後喺2451年就有工程師，跟住對面又貼咗金，最尾喺453年由古登叔叔起咗大雄寶殿，所以間寺廟就開始興旺起嚟。嗰時龍波爹仲係細路，係嘅，佢當時已經係一位年輕嘅見習僧人，然後住持為烏文府第一位僧人，第一個喺烏文府受戒嘅人。因為動物頭像創作於公元前2451年，係嘛？2000年453 53完成咗啦。期間龍波爹咧，佢做和尚嗰陣，佢喺法術方面非常之叻，法術巫術禪修係咪？嗱，佢呢度就譯得麻麻地啊，即係佢就唔係巫術，其實咧佢係講緊柏能，就係話佢喺法術嘅能力，或者佢喺禪修嘅能力。禪修咧其實係一個好廣泛嘅用字嚟嘅，其實就係講緊個坐禪。坐禪入定嘅時候，你就有機會可以將一啲食物開光。食物開光嘅原意，根據呢一個古曼童嘅法相咧，其實係講緊可唔可以邀請喺附近或者係佢指定一個小朋友、一個對象、一個人物入嚟呢一個公仔嗰度。如果你有心入嚟咧，然後就乖乖地幫人啦，幫翻呢度嘅村民啦。其實個用意咧係一個善心嚟嘅，即係如果你冇地方去，你就入嚟幫下手啦，咁樣嘅意思。龍坡爹同埋龍坡耶嗰個嘅歷史啦。咁其實咧，佢有一段就冇翻譯到出嚟。佢呢個人咧就係龍坡耶嘅其中一個侄仔嚟嘅。禪修3方面都好叻，邊度學㗎？龍波基本上佢係喺叔叔蓮普登圓寂之前，親自喺佢嗰度學到嘅。係嘅，佢學習佛法啦，係嘅。來自龍婆寺嘅龍婆塔。龍婆塔嘅教義。不久之後，龍婆塔圓寂，然後佢又跟隨龍婆漸學習。上普神父、攝影師阿姨，咁你係咪已經識得魔法同巫術嘅嘢啦？佢係柬埔寨老師啦。係嘅，柬埔寨人。塔年係祭祀隱士老師嘅儀式。呢位隱士，呢位老師係一位梵天，一位婆羅。係嘅，先生。最初呢位方丈去學冥想，冥想主要原則。丹叔叔仲教佢冥想，中意着住僧袍嗰陣必須記住無論做乜嘢觀賞畫面，都要用巴利文念經，着袈裟亦然，即係保持覺知，時刻有正念。呢度就係太師府龍坡地嘅起點。好啦，想同各位講一講咧，關於呢個寺廟喺泰國一個唔係咁發達嘅區域咧，佢有一個好大嘅社會功能嘅。其實佢就要幫唔同嘅村民，包括係喺學校啦、起學校啦、管理學校啦，點樣透過佛法去幫人啦。其實最實際就係話，可能有一啲天災人禍嘅時候，如果要有個地方去焚化啲屍體，要有人念經，有人去做一系列嘅儀式。佛教地方佛廟咧就有呢個功能喺度。其次咧就係話村民過嘅生活好苦啊。咁其實譬如話，如果嗰個人嚟做生意，佢喺村口嗰度係賣菜或者係賣生果嘅，但係佢生意好差，咁龍坡係咪有嘢可以幫佢咧？呢個其中都係一個社會嘅功能。咁但係佛法咧，真正嘅佛法咧就冇講過話養鬼嘅，只不過因為喺東南亞地區，柬埔寨、高棉、老撾
泰國呢幾個地方咧，經過過去300年歷史上文化上咧有一個交集喺度，有一個互相串流、互相交流嘅經過300年嘅互相交流咧，其實就有一啲書咧寫到明教埋你點樣將一啲嘅靈魂咧可以邀請入嚟。咁其實邀請咗呢啲靈魂入嚟咧，就唔係叫你害人嘅，就叫你幫人嘅。所以呢個出發點咧係一個善心，你可唔可以過嚟幫手咁解？咁點解唔請神佛或者菩薩，反而請一啲走咗嘅小朋友幫手咧？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神佛幫你咧，有時就冇咁快嘅；小朋友幫你咧就可以好快嘅，因為幫你嗰樣嘢係好細啫嘛。譬如話嗰個人係賣，假設佢係賣芒果嘅，可唔可以下個月生意好啲啊？可能小朋友可以幫你嘅。咁喺一啲比較落後啲嘅地方，又或者一啲比較宗教氣氛濃厚啲嘅地方咧，就直頭係呢個小朋友呢個顧問，直頭係可以幫你看門口嘅。有一啲嘅故事係曾經講過嘅。咁所以有啲人話泰國人好識拜鬼啊，或者泰國人唔驚鬼咧，喺本身佢嘅歷史文化裏邊咧，鬼或者靈魂呢樣嘢係好根深蒂固。首先嘅出發點，關於顧問，關於我哋廣東人所叫嘅鬼仔咧，就唔係拍鬼片嗰啲要過嚟點死你嗰啲嚟嘅。佢首先出現咧係幫人先，所以呢一個係一個拉埋佛教嚟講咧，佢嘅出現其實係一個慈悲心嚟嘅，因為佢嘅諗法就係幫人，佢冇諗住得到一啲咩回報，佢過嚟幫你咁解嘅啫。咁有啲人就話幫完之後，如果唔要點算啊？或者我唔記得咗供奉咁點算咧？其實咧，頭先個主持咧，佢曾經講過，如果有一日你唔要咧，或者你唔記得供奉咧，佢嘅靈魂咧就會自己翻廟嘅，所以就唔使太驚。咁就今集講住咁多先。